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收看福起来咧，好好运动那个单元哈。来到了啦，听大家向下练太极拳哈。实在感觉讲当快乐的一件事情哈，因为我同太极拳哈，其实算讲向下当久的啦哈。我感觉呢东西哈，越多人了解哈。可能帮助越大啦，哈，所以我尽量哈，同我啲嘅尽量啊讲出来，俾大家做参考哈，参考。所以恁讲按到攝來哈，也可能學其他嘅招式哈，恁其實拳係練出來嘅，唔係再講啊，唔再講得出來，可能練唔出來。所以呢個練習來講啊，可能會請你啊，help 班學生哈來做下看，你做嘅過程，然後將過來同你嘅重點哈，個聽頭到尾過來，慢慢嚟講一遍哈。順勢呢，俾鄉親朋友呢，更加清楚你個個練拳嘅過程哈。安尼兩個是先將進修片那個哈學生來到前面嚟兩哈。聽你第一次開始哈，然後來慢慢來做本你啊鄉親朋友來看，好，然後第一次呢，repeat 式，好 repeat 式，一、二，腳身打開，三，身體曬下，四，腳趾要曬到將來向頭前，五，身體變到東昂，變平。刷落來，起死熱，就是你個收起來的時候，唔好過肩頭，手指垂落去，還有啊，你個手踭哈，唔好用你嚟強起咯，撩撩彎翹，你手踭撩撩彎翹，安尼這樣唔好踢出力哈。好，四，慢慢收到這啦，肩頭，捏下你手指嘛。盡量不要鬆，等佢吹落去啊哈。吹落去嘅時啊，手沉落去，手指要浮起來哦，手指向上，到按 repeat 式嘅位置停下，你係 repeat 式啊。刷落個做南將妹做旁，一氣息先分清楚，落到左片。二轉身嘅時要90度。從南一粒球向款，三曬過來，正腳上左腳，四左手碰出去咯，五轉將，轉將嘅是就是哦，轉到正面，是唔得轉粗粗哦哈，正面身體擺正，刷落來，南將妹右旁，一。兩隻手合起來，像籃球一樣，身體呢坐到左腳，正腳嘅邊拍，因為佢哋呢我上一步哈，上一步了，三慢慢曬到前面去，曬到前面去嘅時，隻手啊向下鬆到前面，是唔得爭差時間太長哈，刷落嚟做二一。二坐到後背去，三坐後腳轉，四鬆出嚟，刷落來隨時啱時接，身體就轉到轉來了。好，注意兩下，做啲節嘅時啊，你個手啊唔好攤太長，啊，手踭啊了了前，變落來，安尼將佢輕鬆哦。刷落來做先推到後背，兩隻手啊，撩到手轉來哦，唔好呢，撩到手轉來，撩到手轉來，手勢咪向頭前，刷落來後腳同身體撐出嚟，兩隻手向下撐對前腳邊下，撐出嚟嘅是向款，每人手呢，手踭伊嘛算唔得安尼。那個手踭按呢是，看叫做每人手哈向地下去咧，人哋每人手哈從下
向头前，向头前。好，刷了个做单边，先搓到做脚起，用脚带手带脚向下490度。好，过来，晒到正脚，正手呢向下到单边的勾手，转出去，将个左脚踏出去铺。将個晒到做腳去，所以你要夠強的身體中下用腰帶嘅，你的手嘛係用腰頭帶嘅，唔係講你自己挖過來，自己挖過來了是沒太極拳的，用腰呢順順地帶過來，你講哦唔是用力啦哈，過落來提手，接到做腳去，兩隻手略略向頭前，手到東昂去。兩隻手下相對哈，左手差唔多對到正手嘅手掌吼，你要氣勢分清楚嘅哦，唔是唔得安尼哈，安尼走到前腳去咧，安尼咧，氣勢是冇分清楚咧哈，你係錯到後腳嘅，啱時做靠嘅時呢，要手腳向下收到進來，好，腳骨出嚟。過來，慢慢搓到前面，搓到前面的時啊，你的手啊，同身體啊，變落個，變黑，變穩，變鬆啊，刷落個拍殼兩熱，你就搓一隻腳了，聽靠嘅時係搓切，搓切3，你呢中下搓到正腳。左腳係虛嘅哈，注意你個手哈，變到你個額頭，你係保護兩個哦，你呢打落個係時哈，保護係啦哈，刷落個左右切後鋪，飛一個眼球到咗啦，2公旋行哦，用身體鬆出嚟，到尾你落壓落個，左右切後鋪，刷落個哈。手揮琵琶，先潛到前腳，後腳變強，將個揮到咗落後腳，前腳變強，你係一個氣勢嘅轉變，練太極拳主要就是練了氣勢嘅轉變，你嘅身體將會得到協訓。過來左右切後鋪。好，前鋪板籃捶，先後腿卡鉗，刷落來注意你正腳哈，板鋪都好，刷落個左腳正個太步掉，攬，正手揮過來就板，左手揮過來按個攬，送上去拳頭出嚟按個捶哈，前鋪板籃捶，刷落個移風四臂。轉腰變掌，搓到後背，移風，送出嚟四臂，移風四臂，過來14手，搓到後腳，好，轉過來是兩隻手了了打開，推到後腳變好了，還有兩隻手關起來，交叉一個14，就是按照14手。好，刷落個，然做一個鬼年，手慢慢落個，身體慢慢起來，過來，準備手左腳進來，按樣樣手呢，正腳先打開下，將個曬到正腳，左腳將個手都進來，好，落嚟了個，學生來搶回哈，來看下哈。做法你嘅腳哈，安尼曬來曬去啦哈。看，你停咧，EPC 嘅時候，一般人企嘅時，你腳中下呢，你要分開啦，你要分開，因為安尼企哈，較自然啦，較少人安尼企嘅啦，安尼感覺較緊張，嘛較企唔踩，所以一般人差唔多中下安尼企嘅，按講停咧個。起掌
到 EP 式嘅差別度呢？按一般打拳也好，練氣功也好，一般綜合嚟講，兩腳打開，與肩同寬，平行安尼，叫平行打開。佢做法呢平行打開呢，我哋略略介紹一下好。那講安尼打開落嘅時候，係你安尼粗粗，其實安尼較無行氣嘅感覺，較無行氣嘅感覺。因為想講較無行氣嘅感覺呢，因為安尼兩隻腳那講安尼收起哈，安尼收起嘅時候，安尼後背啊，像捲起來啫。你看安尼呢腳後踭，佢哋係捲起來啊，頭前打開啊。所以頭前可能會開，後背將捲起來咗。若講緊比，安尼兩腳分開落來嘅時候，我係安尼做嘅。幾好，你看，我兩隻腳佢哋係安尼平平，佢唔係安尼啊。佢哋安尼嘅時候，佢後背向寬，係你將捲起來。若兩隻腳踭打起了後呢？後背像有門一樣啊，個門啊你打開來，像熱天，能從門冇打開來哈，一個氣流哈，看唔會痛啦。若講你安尼腳踭打開來變平嘅，後背像門打開一樣，規身嘅個氣感覺呢，做起來要較順咯，當然安尼若冇關係我較緊張，按照慢慢。比關係就好咧，唔關係了，喺人會感覺講，哦，安尼起嘅是無向寬，你係一點。第二點，你來看安尼起同安尼起有乜個相差無向寬？安尼你來看看你學生就好，來，咱請你學生過來來兩種嘅起法啦一種嘅起法是講。面對眼，你們面對眼一種起法是講，腳打開，佢係粗嘅，冇安尼平行啦佢係粗嘅，你看你安尼佢起那停你後背安尼鬆較歪鬆啦，佢起較菜啦，鬆冇乜聽到，因為安尼，鄉親朋友嘛，是得試過。咱嚟起嘅時候，我跌倒嘅時，你個腳趾會用力啦，所以你看唔乜本人鬆出去。按講按那講聽，前面鬆到後背嗰是快的，你冇法度身體冇問題咯。所以呢，凊彩安尼了呢，我轉落去。你係因為講那呢，你看安尼腳型的啲啊，一般安尼箭頭就喎。箭頭那個畫安尼，就表示講我安尼處理啊，按緊比腳安尼，表示講我要安尼處理啊。若佢緊比起安尼，腳係平嘅像安尼EP式咱起嘅腳平嘅你安尼較歹鬆你睇後背鬆過來時，佢向寬，佢嘛是在起降降，鬆冇嘛處理。睇前面鬆處理嘅時候。佢嘛向寬，後背撐起來啦，你看有嘛？後背較寬嘛，後背較寬撐起來，然後後背較下跑，撐唔起啦。所以你要衝腰，好，這樣回好啦衝腰手菜是得了。安尼一般來講，最好兩腳平行分開，就這是安尼，所以你要練嘅時候，注意啲點安尼。真落啦，大家練短時間聽喺安尼來練咧，槍子太極拳。我希望咧，佢嘅就是大家仲係練藝術咯，慢慢改善身體嘅健康，嘛希望各位下次就是繼續來收看福氣來咧，落啦大家。